目前是金江花季哦，所有游客欢迎讲要去花莲玉里的赤跨山看花，客程车是开价2500块。游客认为这是凊彩的画价，也毋过县政府嘛表示讲，因会去稽查，若收费无合理，就会处罚。赤瓜山今年的金针花放真好，吸引不少游客去赏花。也毋过，所有民众伫社群网站表示，伫玉里火车站每白班客程车司机到赤瓜山车钱要2500块，这甲以早坐大约600至800的车钱是差真济。我们过去的话，一趟金针山上去来回这样子是2000块，从来没有这个600到800这个行情。今年会变成2500，是因为整个金针山受了前年918的地震影响，它的路段啊、路程啊，还有路段的难度都已经增加。计程车司机强调，为玉里火车站到赤瓜山路程大约25公里，若是一抓跳表车钱大约是1000支左右。要不过若是包车，因为时间长，到无同景点也要等乘客落车赏花，也有解说等服务，车钱就是2500，民众会当家己选择。那你会选择哪一种呢？是包车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比较多景点的话，那样子可以一起逛这样子啊，就包车这样会比较划算这样啊。如果你坐单趟去的话，会比较那个单独啊。赤瓜山发展协会表示，即马花东创国管理处也有委托旅行社提供免费转接服务，前提是爱有大数。转接车也是伫玉里火车站每景点发车。目前的话，就是针对我们民宿业者来讲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很多游客从外地从台北、台中、高雄搭火车来的客人，他就可以搭乘这样的免费接驳服务。县府警察处表示会去稽查，以背证这个案件到底是一抓跳表计费有无合理收费情况，也是游客甲计程车司机私底下包车业务纠纷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